好，咱拄仔看上届传统的这个歌戏，即马要来演一出最近戏丁三条喊莲花，这是男女谈情说爱的好戏啊。咱拢知影喊莲花对戏丁三群三放，这段就是来去互杀的，咱讲叫烟头啊杀给他杀掉就对了哈。所以请大家来欣赏这一段叫做谢丁山喊莲花叠喊干关这个桥段。This next piece is Brotherhood at the Thatched Bridge.
大家有看无？他们刚刚那一段其实不是在打架，他们两个是在谈情说爱，谈情说爱。OK， 好，然后。